为着要鼓励时段出门活动，展现活力，华山基金会替家己关的时段以电头菜价做主题来举办活动，200多位加起来已经超过1万回时段，因唔但感受到庙口的热烈，也展现因创意甲活力。时段摕到家己做的娘线，后壁阁有剧班准备要来入场。家己管理体育馆内底，29这天200多位高大起的时段做伙伫遮参加创意的电头比赛。我就爱跳舞啊，也是用的我做好成。因为我伫遮吼，唔捌出门吼，食出来，咱感觉足好安尼就对，安尼，足老个咧安尼就。来自嘉义县市19乡镇市的时段，用创意的方式来做电头。主办单位讲，庙口内底是真侪时段较早拢有的剧动基地，用这个主题，唔但鼓励时段出门，嘛，互因会当更感受庙口内底的气氛。大家啊，真老这就对啦。大部分服务的长辈其实都是有信奉妈祖这样的一个信仰在，那所以我们就是结合这样的在地的一个传统，然后结合在地的信仰，然后去办这样活动。除了电头的比赛，现场阁有2人加头毛的单位，拢是免费替时段来服务。有参加的时段讲，现场有足侪物件通耍，参加真欢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